高唔高興，歡唔歡喜，好唔好睇，中唔中意？嗱，流馬車勝出我哋 DLM Cage Battle 嘅拳賽，相信經過一日之後咧，都已經唔係新聞，絕對要多謝你支持啊！尤其係見到好多朋友 cap 咗我哋條片又唔踢翻，有啲仲夠膽死 delete 咗我把聲，然後自己配過個旁白。嗱，唔緊要，就當大家一齊推廣普及搏擊嘅概念。始終流馬車咧都係屬於世界嘅。嗱，重點係啊，連流馬車都夠膽入鐵籠，你又有冇勇氣挑戰自己一人一世入一次鐵籠呢？如果你有興趣，或者你覺得你嘅朋友有興趣，記得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。各位 ，Are you ready for the next fight？ 棺材買定俾佢嘅，前手養咗先啊！馬車記唔記得？我今日其實唔係嚟到要打敗邊個，我係要打敗過去嘅自己。我想戰勝自己，超越自己。以前我有好多唔好嘅過去，我衰過好多嘢，我認啊流馬車呢啲咁嘅人啊，上到擂台死緊啦，佢收一皮啦。包括現場依家好多嘅在場觀眾都係睇緊我笑話，想我點死食花生。我明白都感謝沃哥今日過嚟去睇我打完拳賽啦。咁我亦都因為你喺度，我更加想打好啲。你再操先啦，屌！今日呢一個實力狀態一定唔可以打得。好難講啊，我都冇乜點操。加油啦，加油啦！今日影相啊，唔好啊，你肯定唔知寫乜鳩嘅你啊。會啊！Start the win！ 打救佢馬車！打佢！睇你啊！還記得櫻花正開，還未懂跟你是愛。初春來時彼此約定過，繼續期待。人自身這大時代。投入幾番競技賽，曾分開，曾相愛，等待花蕊又跌下來，才洞悉這是比賽。好緊張。我數倍數，冇色色同心之線嗎？認真。以點數作出最後。比賽。真係做下先啦，屌你！買副棺材俾自己，我預咗今晚係人生最後一晚、最後一程。我就希望喺生命結束之前可以留低一啲光輝嘅印記喺呢個世界上。咁啊，足夠
休息下先啦，要打下次先啦。喂，真係打得唔錯嗰陣，屌你老味，認真啲啦，認真啲啦，認真啲啦，係啊。我哋試下帶個熱身嘅用具，呢個熱身用具，OK，唔係單比賽用得一個都得。你休息佢啦。係主要係呢個雙環。知得。咁等等記得前手揚左邊 ，OK， 即係你嘅右手，係啦，另外一隻手 OK， 保護自己，貼住貼合。即係如果你覺得即係我可能咧驚痛，OK， 一隻手用耳仔 ，OK， 咁你咪可能前手揚，前手係一隻手 keep 住吊住前手，OK， 踢完拉手翻嚟 ，OK， keep 住前手喐啊，踢啊。呢隻手永遠可以，即係你呢一隻手永遠放耳仔，係啦，有必要嘅啱位嘅咪先至出，即係先至出嚟嘅時候，你覺得打咗先出嚟。咁你話平時即係你都踢腳多嘅情況，我哋咪呢隻手擺喺度放完 ，OK， 隨時走，一隻手喐，踢翻嚟，翻嚟，噴，踢，OK。就係咁啦 ，OK， 大家。
冇啲咩硬冇刀冇物嗰啲槍嗰啲，我最硬係應該我碌嘢。OK，換衫先。我只冇機會啦，再同你哋玩啦。咁如果希望下世。電話冇問題啊。